咁今日咧就陳以興先擺後備，咁就會有曾麗珊就喺最前啦。啲唔係喺度啊，唔好意思啊，陳以興喺度啊。可以叫馮雪文先擺後備啊。沙田憑住烏龍球咁贏先1-0，就突出射先俾你好先，你有啲突然啊，嚟啦！
開咗紀錄嘅人足社啊，都繼續不斷有攻勢啊，喺呢個短短嘅5分鐘之內。梁康橋啊，左路突破啊，起腳射遠處，可惜就中咗柱。咁就包翻埋嚟嘅小遠啊，解翻圍先啦。咁輸個角球啦，沙田已經去到8分鐘嘅時候，都初步計都3射2中嘅2入球1入球嘅。反而後備就晏晝踢咗大專杯嗰啲人足社係馮雪文就反而後備，其餘嘅而家都正選啊，啲陳永林啊、陳義興啊都照辦翻正選啊。反而就2個菲律賓嘅外援呢，就都係後備。咁馮雪文就晏晝上半場就踢龍門，咁去到下半場就理大落後咗1球，咁又做翻防守中場啦。沙田嗰邊就朱善君就擺後備嘅。你而家見到中堅就係陳詠詩搭陳翠文。反而呢個就調翻轉啦，兩隊要拔今日嘅正選同大專女足嘅決賽。先嘅入球其實係原本就係馬澤順啦，一個長傳，一個大概半腰波咁樣嘅高度，即係踢咗入去，大概咁峨眉魚頂到啦 ，K 角位到啦，但係就彈咗 Q 啊，對手解圍，佢自己又冇。
咁所以而家觀眾見到啊，好快又人足石領先咗1-0啊！咁而家就係12分鐘嘅嘢。反而呢下攻勢完咗之後，就陳詠詩啊，要睇睇啦，睇睇有冇事啦。暫時好似行呢兩步格格地啊，睇會唔會哋同翻順會好啲啦。陳義興頭先跣咗喺地下就冇事啊。一到陳義興今日都大專杯嗰度都搏得好重㗎，尤其是球隊落後咗1-0嘅時候啊，佢都一個人都獨闖對方嘅禁區啊！開個短嘅，但係就哦。
時此刻呢，而家各位觀眾如果係見到鏡頭後右下角呢，就朱善君已經移緊身嘅，移緊少少身啦。哎呀，踢唔正。哦 block 到啊，左右，直情好似打籃球嘅封咗咁樣啊！黃淑芬上起腳，但係就黃淑嫻成個身飛埋去啊，砸到個波出去界外邊先啊！有啊有啊，睇翻我嘅直播半場都認嘅啦，佢幫其中一個網上嘅傳媒。應該做客席主持啊，咁可能遲得少少就會有片啦。好，維園一個大轉喺度都係佢最拿手嘅嘢。好啦，球證就話冇 handball 啊，咁就繼續啦。永林啊，陳永林。咁啊，今場就出任中場啊。咁有時球隊都會踢中堅或者 back three 中間嗰個咁大專中大佢就會做中堅啊。其實佢都幾多變嘅嗰啲位，而家。今次係沙田都依一嘢嘅攻勢，就響20分鐘嚟講就比較成功啲啊！都起碼去到個波去到前場。哎呀，塔 Q 啊啲嘢，不過好彩包翻，真絲雅包翻。角球啊！咁沙田就第一個角球，咁睇下會唔會沙田憑住死球會追翻平手啦？
咁睇下舉手嗰位呢，就係黃素嫻，黃素嫻去主理嘅。哦，爭啲截到啊，黃淑芬。哇，好犀利啊！哇，不過就越咗壞，求正華。哇！嘢好犀利啊，陳義興啊，晏晝都哨喎3、5、7、8、9段㗎啦，都仲咁快啊！嚟到都踢足90分鐘㗎第一場，而家都去到第二場波25分鐘，都115分鐘，都仲咁快啊！犀利！好，李依欣大腳都過咗半場嘅，開到俾韋婉婷，要向右邊啲嘅韋婉婷，但係就可惜，就佢隊友就踢咗出界，就控球權就俾翻人足社。大腳啊！一腳踢出去前邊，可惜就真係山走出嚟走慢咗，變咗越位啊！黃正華。
好，咁各位觀眾啊，如果而家先啱啱撳入嚟睇呢，咁就係賽馬會女子圓桌足總杯嘅半準決賽嘅比賽啊。咁爭打上演兩場嘅，咁頭場呢，咁就係人足社對沙田。咁而家啲人足社就領先1-0，憑住對手4分鐘啊嘅烏龍波啊，因為就對手想解圍，不過就變咗入咗網啊。好，咁都有個角球啊，人足社。哦，唔係龍門球證俾龍門球啊 ，sorry， 啱啱睇得唔係好清楚。好，咁另外一邊廂呢，就啱啱就係青衣東北公園呢，頭場就會有係建成公民啊對傑志嘅。咁啊，而家傑志就領先緊1-0啊！我冇睇錯嘅話，就應該係鄺永欣啊嘅入波啊！今日就鄺永欣打正選啊！咁就朱寶欣都係正選啊！頭先都係大專杯，係維理大都踢足全場啊！好啊，咁叫球證就，喂，即刻開啊！球證就話小遠啊，黃燕慧出手，咁啊掹停咗陳永林，咁就即刻快開咗個罰球啦，人足社。再攞得翻啊！梁康橋雖然人前波後啱啱嗰下，我真係山水踢入去，但係就冇人接應啊！好，咁球證吹停咗黃淑芬啊，因為就截停咗維園停咧。呢個就幸好又唔係即係單刀嗰啲咁就冇牌啊！哇，李永欣，哇！呢個左右都幾腳啊，就吳卓慧接實啦。咁今次就吳卓慧第一次接波啦，成為啊咁啊即刻打開翻個快㗎啦！梁康橋一定係左路個爆㗎啦。咁啊，但係要揾 support 喎。
吹罰咗宋麗文啊，kick 一 kick， 孔越隻腳搶佢個波啊！好，陳雪文斬個波上去㗎啦，喂，批一批喎，孔越，但係就冇隊友接應，吳卓維又好輕鬆咁用腳用波啦。好，馬澤順分邊分左邊，就俾曾思雅，咁直接想踢上去俾黎康橋，但係就踢唔到俾佢啊！咁變咗個波喺個中場嗰度，沙田就搶翻個波喎，反而就今日啲second 波好似人足社就爭少少啦。好，再猜翻，見到陳子珊，哎呀，會唔會想睇遠啲啦？哦，咁啊踢翻個近嘅，就係曾澤麗美。咁而家變咗係陳義興佢右邊揾食喎，曾麗珊就褪咗內後一卡喎。好，一嘢都踢到俾宋麗文啦，曾麗珊大號會打個 1-2，陳義興兜翻個波出嚟，黃淑芬睇下會唔會一日得埋去。推多兩步先，俾中間上湯川俾曾麗美啊，走入去曾麗美，但係就對手踢翻出嚟啊！咗個波底，曾麗珊。
而家傑志去到領先2-0啊！另外青衣東北公園嗰邊對連城公民。如果冇睇錯啲因為都直播係比較忙啦。如果我就總之係傑志2-0啦，係啦。咁啊再考究一下啦，陣間換場2-0究竟邊個入？啊，睇翻依邊先啊，專心都吳卓偉。哎呀！哇！依球都出得幾靚㗎，黃素嫻喺右路，但係可惜就斬到喺個無人地帶，對手頂翻出嚟咁解嘅，都唔係完全冇攻勢㗎，沙田。因為始終你淘汰賽得一場過㗎，你而家都係領先1球。咁多嘅咋，人足社去到上半場嘅尾段啦，補緊時啦。handball 係禁區外邊，禁區頂啊！係啦，啱啱禁區邊啊！陳詠詩手球，咁就有個機會人足射個罰球，會唔會喺半場之前領先多1球呢？同埋邊個去主理呢？咁沙田嘅人牆就封晒左邊嘅。